是什么做系统？你系统当中。处长副处长领任、副领任组长在座各位前辈大德大家下午晚安。真欢喜啦去到咱人才教育班当然这个班应该是立法组长因为伊应该是会早去看西医了，可能医生甲交代伊爱去测伊的心跳看到底是啥物状况，所以伊甲下昼过来呢甲我讲伊可能一天咱明仔载拢袂当参与所以讲可能嘛是较突然啦那当然即种的咱可能会嘛较无法度预测对啦袂要紧迄个营养的或是得成，交咱各位亲戚大德咱共同来看即个度化技巧、陪同辅导、成全要领当然，这不过拢无离开了伊即个成全小组咱咧讲的成全小组呢，当然就是咱所谓咱进的编制里面的等中因为成全小组就是讲是5个人一小组，还是3个人一小组，所以讲呢，伊拢讲是成全小组那当然成全小组呢所扮演的当然就是度化众生。那么过来以后，咱要安怎来栽培？当然，伊这嘛有去讲到即个因的即个语言教育那么这个亲呢，要安怎来甲伊教导安怎来甲伊辅导那当然较简单的比例就是讲，像咱咧照顾囡仔同款因为囡仔伊毋捌所以讲呢，咱要安怎用咱的爱心，用咱的耐心用咱的柔软度那么来迎合众生因为处处处高人离隐处处处低自然呢人就会找来所以讲呢，伫即个还未成熟的当中，唯有一寡代志是急不得的有当时讲我就是为你好所以我咧讲话一定较歹听当然安尼讲是无毋对，但是不全然就是正确有当时咱讲因材施教啦嘛是看兄弟姊妹因的即个需要所以讲呢伫即个当中呢咱就来看即个片调的时阵呢，咱大家来做一个心得分享天师的老先生大的雅慈杯，我们感谢从雅慈杯呢来让同学来学习这堂课。奉我们雅慈之命呢，要来这边跟大家来学习。雅慈杯后学的题目呢是度化技巧、陪同辅导、成全当时呢接到这堂课的时候呢，题目是反转的。在这个过程当中，2天3天呢就要来我们正和这么优秀的团队来讲课后学是真的有点惶恐，因为我相信里面都是卧虎藏龙在这个过程当中，后学一直在思考要给大家来做怎样的传题，而且是1个半小时，给大家来最好的东西。后学相信呢，后学所讲的可能不是很好，可是呢，底下有智慧的各位前贤，只要你们愿意有心，仁者无敌，你们一定可以想出好的方法，里面的内容来跟它发展的更好，让大家更同展。在这里开始之前呢，就是陪同2个字后学记得上次呢，马老师有讲过一堂课，对后学来说，内心世界是非常震撼的。因为马老师说呢，在以前的时候呢，不是以前，就是现在也是一样，就是那种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什么的那个布道大会，几万人有没有？这么多人呢，最后回到了他们教会里面的人不多。为什么不多？来的那几个人呢？那时候呢，那些牧师们呢就想来去问看看，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多布道大会人不会来，就这几个人会回来？去问他之后，就他们来了一个答案，是什么答案？各位知道吗？什么答案？对，因为有人带是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将心比心，如果各位前贤你们到了一个基督教的地方，你进去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参拜吗？
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们的礼节是怎样，不知道。应该讲什么也不知道。像有时候有一次后学跟别的宗教一个前学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跟后学说默学，就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学长学姐，又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每次呢到每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惶恐的、很不安的，你不知道到底这样做是对是错。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道心陪着他，从头走到尾的时候，就会很安心嘛。像刚刚后学来的时候，刚看到那个黄讲师，黄讲师呢看到后学就跟同学打车子，然后呢就停好，一路上就陪，然后把后学交给了吴点师，然后一路上来就感觉到好安心哦，因为他说，然后有一个讲前行跟我讲，张讲师你太少来正了，我说不是，因为正了太大了，我找不到路。所以呢，有人陪，他会很安心的。那呢，我们要安定众生的力量，也是我们在道上也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对不对？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呢，老师说呢，报答天恩最好的方法是济世救人。所以呢，我们说任何一个活动、任何一个课程、任何一个办的任何的事情，都是为了济世救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帮助众生上法岸，帮助众生更成长，帮助我们身边的有缘人能够更发喜，还有我们自己更进步的话，更坚强的话，那其实呢，我们的活动设计就不一定代表非常的成功哦。再来，报答师恩最好的方法是培育什么？下一代。所以呢，后学发觉到下一代不是说我们的第二代，不是后学讲的是说传承有序的人才。那呢，因为后学的课有这么多小时哈，来1个半小时，所以后学想说在这边呢，开始给大家玩一个小游戏。那呢，可以给后学5个人都认识的5个人先出列好吗？5个人，你们5位都认识吗？各位姐姐都认识好，来你们先出来一下。好，来先出来一下哈，来你们成一个圆圈哈，旁边人就不用看了就好了，来你们拿来，都认识吗？好，那呢后学说开始的时候呢，你就要传给对方，比如说对谭兄，由谭兄请接，谭兄一接要跟他说谢谢什么兄，您是什么兄？陈兄，不好意思哈，来说好，然后呢谭兄呢接了之后你要丢给任何一个，但是不给丢给旁边的人哦，哈，来你要说谁请接，谢谢，这样好不好 ？OK， 一样道理来开始。丢，谭兄你先来，谭兄请接，谢谢，谢谢什么兄？陈兄，好，那你再丢给谁？你再丢，再来丢，谢谢陈兄，很好，谢谢 ，OK 好，现在呢，在他们还没有不了解后学的游戏规则的时候呢，他们在丢，时间上有长了一点点，对不对？来，你给后学一下，好，那呢，你们5个来讨论一下，好。谁接下一棒？谁接下一棒？然后呢，只要记住那个名字就好了，快速的来 ，OK。谁接下一棒？你们先讨论一下。谁接给谁？你要丢给谁？好，这样子上次丢给谁？好，阿玲丢给谁？师兄丢给谁 ？OK， 好，很清楚对不对？来，跟刚才游戏的一样的哈，你就丢给他，他丢给他，就这样丢好不好 ？OK， 对，开始。好，来给后学一下。好了，我们给5位掌声鼓励一下哈，感谢他们的示范。各位学姐有看到内涵在哪里吗？当我们这个团队没有讨论、没有规划、没有安排的时候，它是一个团体，它是一个团体，所以彼此之间呢会不知道怎么来丢。可是呢，当我们知道谁要接下一个棒的时候，他会不会紧张？他不会紧张，他知道我要接了，他会准备好。那准备好之后，他丢给下一个的时候，下一个也知道下一个就是我。所以在一个团队里面，你知道传承永续的人才是谁的时候，你要栽培他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脉动可循。所以呢，我们在道场上是这样子的：如果你1年带1个，10年你再带10个，带10个起来，在道的办道上，你要办道都有人，不怕没有人。可是很多人办了30年、40年，为什么后面没有人？因为没有陪同，因为没有爱心的培育而已。其实呢，我们常常陪着他，他就会成长，越陪绝对是越优秀，这是一定的道理哈。所以后学刚刚做一个小给大家知道一下。好，再来陪同辅导成全的精神跟内涵呢，由经验丰富的资深前贤陪同，带领新的道经，透过结构性或非结构性的1对1的指导方式。什么叫1对1？比如说后学呢是炊事组，我每次就要煮饭我就带那个出来，我每次要煮饭后学就带他。后续要去参加什么活动，就带着他，叫做1对1的带领哈。那新道期呢，具备鼓励运作所需要的专业态度。好，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向上跟向上。如果他没有向上跟向上的专业，第一个基础道务一定要很熟，那基础道务如果熟也是要陪的。再来怎样？专业的知识、修办的理念，道好修怎样？
天元佛院，我们办了那个一个营队的活动，里面呢有国中生。那因为呢，我们每年的国中生，我们有开个班给他上课，那我们就想说，小孩子在家长在家里一般都没有洗碗啊，没有折棉被，我们就把它独立起来，当做机动组哦，机动不是很激动的机动，是机动组。然后呢，让他们去洗碗啊，然后去铺棉被啊，然后去做那些事情。那一次呢，我们的总务组跟生活组太轻松了，他们非常的快乐。哇，这一次怎么那么好？可是你知道小孩子跟同学说什么啊？张讲师，我缴500块来帮你们洗碗铺棉被啊！哎，这个就是概念哦。当我们听到，因为同学去关心他嘛，当我们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你知道吗？里面有3个澳洲来的那个学生，他们缴了3万多块来当国际志工，你们才缴500块哦，你们太便宜了啦！哇，他就是哦，他就通了。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是在一个概念跟想法的问题，是你要把珍珠讲成那个石头，还是你要把石头讲成珍珠？它是必须你把它提高它的价值的东西在哪里？所以其实道场是很有价值的，修办是很法喜的，要看我们怎么跟他来讲的哈。所以这个部分，再来呢，你看企业的企哈，没有人就会停止，对不对？所以人才的培训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为什么我们道场对于道亲有分 A、B、C、D？为什么叫他背的这些成绩？因为我们只有24个小时。如果我们真的要带，也只能尽量的带，但是呢 ，A 的部分要加强更多的时间在里面带他们，会很快速的复制人才哦。再来就是说，我们在一个道场里面有每一个系列、每一个区、每一个道场都有它的文化。那我们如何把这个文化呢升值在我们的道亲的，就是我们身边的道亲的新道亲的身上？它的那个 DNA 啊，要练起来都跟我们一样，懂后学意思吗？那个 DNA 要赶快，法写这位的话，法写，啊来不准哈，快来不准。后学曾经去过一个道场哈，那时候呢，我发现奇怪，他们怎么全部都是白发哦，白发的，然后好像做中央没？哇！我说哇，这样子年轻人应该是进不来，为什么？因为很庄严，他没有错哦，修道本来就是很庄严嘛，他不能太那个。那庄严中呢是，对于佛慧礼节承上启下，但是对于办事一定要活泼玲珑，一定要活泼应试。所以呢，哇，这种啊，后学就跟他们讨论，聊，真正的对吼，全部拢是老人家，没有年轻人。那呢，他就很羡慕说，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道场有这么多年轻人？当然在交流的时候才发现这些问题。这个过程在哪里？就是他的 DNA 产生的这个过程哦。好，来再来呢，就是后学要讲一个陪同的一个部分，是后学进入道场很深印象，也同样要送给大家。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道场里面很多很重要，后学认为很内涵的东西，也是前辈的这个他们修办的这个精神哦。后学呢刚进道场的时候，那时候非常年轻。有一次呢，点是慈悲呢就跟后学讲，是啊，要办运动会哦，要办运动会啦，不好意思讲到台语，要办运动会哦。后学带你上去学习呀，哇，很高兴啊，运动会啊。那因为我们的点坛师是跟着那个前人不修行菩萨嘛，他不可能跟我们坐同车。然后后学坐车子上去之后呢，运动会很多人啊，通通都是人。后学呢坐在那里，然后他们就发便当给后学就吃，就把便当吃完了。吃完之后呢，就坐在那里看，在看的时候，那我就看到有一个人拿着一个便当，一直找，这样子一直找。后学知道一定是在找后学嘛，梁师你好，后学在这里。然后呢，起来跟梁师问好，然后呢，梁师说，你吃未？你有吃不？今天我吃饱，我本东一样，后学便当已经吃完了，梁师还没吃，他在找后学，因为他怕后学没有吃便当，这样你知道吗？这个过程我们就知道，众生还没吃饱的时候，他不会吃的；众生没有坐下的时候，他不会坐的。后学呢，到了香港有看到一个讲师哦，那时候我非常震撼。那时候呢，不是澳门才对，澳门那时候就有个佛堂社坛，结果呢，他带了5个人过去，这5个人没有坐下来，他都没吃饭，他一直找，找到那5个人坐下来吃饭之后呢，他才坐下来。他坐下来之后怎样？他就先夹菜，先布菜。然后呢，布菜完之后呢，他看他没有吃啊，就照顾人家。所以呢，他带的人都对他很感情很好，就很忠心的跟着他。为什么？我们才发觉到，其实我们对众生的付出，他们会感受到，在长期的关怀之下，他们会有感觉的。那有感觉之后呢，其实就很好带，这也是陪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哦。好，再来后学想请问一下，后学讲话太快吗？不会吗？好，OK。再来呢，建立各种工作标准化作业流程手
指导内容正确性。这也是呢，我们道场台中道场其实教很多这个部分，大家以后都可以继续来收集哈。那每一个人有他的方法，但是呢，不是但是是非常好的，你只要拿适合你的东西来做，而且真的去实行是很重要的。或许昨天听到了一个故事哦，我感觉很不错。他说李小龙说呢，我不怕一个人打10000个招式，我就怕一个人一个招式打10000遍，这样知道吗？所以呢，从专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叫专业，专业的事情用心做叫做什么？专家。所以呢，千万个理念真的不如一个实践。不管道场给我们教多少，我们都知道，但是做不到，也是没有用，对不对？所以呢，书面的指导，书面的这个流程，其实它很好找的呢，只要你有心都会找得到。那呢，办道细则可以将处理步骤呢详细的列出来，请细道心依照步骤来演练。那在这里呢，或许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部分，就是说它很简单的部分。第一个，你要示范给他看；第二个，你要叫他做给你看；第三个，做到熟练之后，要请他上实战，就这样。那么这次呢，后学在这个陪同的部分呢，后学在练讲班有做了一个这样的组织的这个训练，就是它的部分是怎样的？后学呢，一个人要带这么多的练讲班，那必须听完3宝道义操持，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一个人嘛，然后还要我们呢必须怎样？不是训练讲的讲师嘛，必须训练实战的讲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我们先训练啊，譬如说3宝好了，我们就先把它训练完，叫做训练。当演练训练完之后呢，如何训练？我们有一个 ISO 的册子，我们讲一段话，他就上台讲一段话，每讲一段话上叫做模仿。模仿的过程是最简单的，叫做扎根的工作。后学跟他们讲，你们把树根先扎好，扎好之后呢，以后你要怎么长，长得多漂亮都没关系，但是根本不能走。所以呢，这是3宝的根本，不可以走啊。他们就练完了5次，5次之后呢，后学呢就在听的第6次给他们熟练之后呢，就通知他们的辅导讲师，我们是陪同的辅导讲师。这个陪同的辅导讲师呢，他就必须怎样？开始验收，他要到佛堂里面讲给他的讲师听。他的讲师呢，听完之后呢，听到熟练之后呢，就要把它怎样完毕了，后学就通知他，请安排实战。什么叫实战？就是有办到的时候要讲法会。在这个过程呢，后学要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就有点讲那个心理激战了哈。为什么你知道吗？有的人他会讲3宝，很会讲，但是他的前贤不知道他会讲。有的人狠心，道务组不敢排他讲3宝，因为不能用道器来做那个叫什么，还有那个白老鼠嘛，是不是？这是对的，没有错。办道本来就是要很神圣的，而且人家一辈子才求道一次，怎么可以简简单单呢？对不对？那呢，后学会跟讲师讲，你排哪一天上课？如果后学有空会到，如果后学没有空，那个当然讲师一定要到，陪同的讲师排下去一定要到。我请陪同讲师要跟他们道务组讲，我们的人已经可以讲3宝了，一定要做争取。为什么？有的人他会讲，他不敢争取；有的道主不知道他会，除了这个陪同的这个人，他一定知道，他就会去跟道主讲啊，什么时候帮我们排啊？排了之后呢，这位辅导讲师呢就要陪着这个人一起来讲3宝。你们相不相信？有一个人讲5分钟就下台，你们相不相信？相信。为什么？因为他会练讲，但是他不知道法王咒这么恐怖。有一个人跟我讲，这个是不准吉祥哦，开车哦，背得多好嘞。可是我上台全部都忘光光。他说哇，法王咒真的是很恐怖。我说对咯，所以我要常常上台哦，上台增智慧咯，消业障哦，法王咒是很殊胜的嘞。所以为什么我们道场说上完5年班啊，有600年的功力，你们有没有听过？为什么600年的功力？你想一想就知道了，你知道吗？后学呢，有时候在道场看，有的讲师他是非常的盯紧，然后不是怎么说，比较属于细心的，他会拿着书一直念，有没有？拿着书看。如果说我们在外面听演讲后学曾经听过那个演讲，那个演讲者讲得不怎么样，后面一个跑，全部跑光光嘞，都剩一点点嘞，全部不给面子。有的就睡觉，有的就滑手机，都不理他的。可是我们道场的讲师不管他口才如何，不管他讲的怎么样，是不是拿书的在讲，我跟你说没有人跑，而且还说我知道，我通通都知道。这个叫600年的功力啊，不得了啊！能够上法王座，要厚德载物呢。你没有600功力，怎么可能可以上台来讲这个课，对不对？所以他说对哦，张讲师是真的了。我说对
没有实战的经验，所以修道没有捷径，要一步一脚印，脚踏实地走得好，垫着脚尖走不久，这是真的哦。所以在练讲的过程当中呢，常常出现黑马。我说哇，又黑马又白马，为什么？那个太太阿嬷的你就感觉到她上来跟点事，好好这样我们就想这样子刚练得很辛苦，对不对？可是人家知道自己不足，人家没有上台经验，要拼命的练讲班，拼命的上台，每次都上台。结果你知道吗？练得最好的就是这些黑马，都是阿嬷级的，都练得非常好知道吗？我们有一个讲师他当时练了10年，没有办法避开。结果呢，后学那时候是在甲区，后来并到大甲区之后呢，就到大甲区来学习练讲班。接手的时候呢，他第一次上台呢，他就开始咯，就鸭子啦，那个鸡都抓来给后学。但是呢，这个过程呢，我们都知道正常的嘛。你如果会讲，你就不用来了，就是因为你不会才来练讲嘛，当然是这样的咯。可是呢，在最后练讲的时候，最后他是讲得最好的，韩老给他是有肯定的。我当时眼泪就掉下来，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有脚踏实地的人才是最好的人才，不是口才好，不是能力好，也不是英俊，也不是漂亮，而是你真的踏实真修的，那才是好人才。后学呢，在道上栽培人才后学绝对不是你一定要很厉害，而是要很肯付出，一定要是承上启下，做得非常好，很有礼貌。所以呢，你知道吗？我们在带那个陪同制的时候呢，后学在看他们的时候，就是后学很要求的一点就是鞠躬，礼貌就对了。我们说道化佛堂、道化读经班，从哪里你走进去就看得到，你知道吗？我们呢，后学到的那个读经班我们正城有办了一些读经班，后学只要一去的时候，我就先看他们的班主任跟他们的讲师，就是那个志工老师是怎么鞠躬的。来这个，嗨，执行长好，这个表示呢，他是志工团体，他不是道场的。真正的道场的就是执行长你好，最少没有90度，也有到75度以上。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能够低了下来，他一定会有成就的。所以呢，道化读经班从礼貌开始。所以呢，有一次后学到了那个龙凤国小的时候呢，哇，到了校长的门口前，你好，我好，大家好。后学就说，校长，哇，你们全校推行礼貌呢，品格教育很好呢，你好，我好，大家。他说是跟你们学的我说跟我们读经班学。他说对你们读经班小孩子上来那个还书是双手奉承，然后鞠躬90度，谢谢老师。哇，当时所有老师都非常的震撼，怎么会这么好？结果呢，后学走过去他们小孩子全部都那个龙凤国小小孩都后学鞠躬，老师好，就这样鞠躬哇，真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当愿意推广的时候呢，只要愿意做这个陪同制你有下去扎实的时候，它会一直影响下去的是非常重要的。好，后学讲到他们讲完三宝，后学会跳着讲会不会很跳动因为有时候想到来讲到来。那呢，在这个三宝培训之后呢，那个人上来之后，他真的讲了5分钟就下去了怎么办？答对了，太厉害，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太厉害了，没错，陪同那个人就上来讲，然后呢再讲到完，可不可以？可以求道人怎么知道三宝要1个讲、2个讲、3个讲还是5个讲？那搞不清楚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人没有起来，下来跟他讲，你讲得很好能够5分钟就是一种突破咯，下次再来1次还有1次，当然对不对？他下次再来讲10分钟，可不可以？可以吗？我们再陪他再讲，再来下次讲15分钟，可不可以？可以。你们可以这么想说，可以，是不是？一定可以的。为什么？在道上，我们只要能够把人才栽培过来，方式可以活泼玲珑的，但是不能失掉道风，这是很重要的好 ，OK。再来呢，我们完毕之后呢，他验收完了，然后呢，到正式上熟练的叫通过。所以呢，再跟我等一下，或许会有表格给大家看那新道期就依照这个步骤来演练，不管3把道操持接待上下指礼我们全部都有这样的过程。怎么过程？第一个示范，第2个验收，第3个实战，一定要为什么要做实战你知道我们有一个练讲班的讲师一个讲师，我们当时呢在初1、15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是要那个端供然后端完之后，他不知道那个端盘是要放左边还是放右边怎么看到？你怎么看到？他
你绝对不会做。所以呢，你必须怎样自己做，所以要让他们自己亲自下去体验，体验的道理跟知识的传承是完全不一样的。什么叫知识传承？像后学呢学微积分，学得很厉害很厉害，结果呢20年后全部忘光光，对不对？可是如果后学骑脚踏车呢，我骑跌倒，后学骑再跌倒，骑再跌倒，上来会不会骑？会。20年后会不会忘？不会忘。对，这就叫体验式的教育。所以呢，我们要栽培我们的陪同我们的道亲，就是要陪着他一起做。陪着他一起成长是很重要，还有社团流程的计划、训练与执行，这个也是一样哦，它都要有 ISO 的哈、ISO 确认，ISO 确认，好，就是 ISO， 然后模仿，然后扎根，再来呢确认3步骤，刚刚讲过了哈，好，来举办。好，那呢关卡基础道的完成表哈，这个部分呢后学是把它互背，互背之后呢，我会确实的实行，加强办到各项东西的十足的熟练。互背后呢，第一个我们写1就是已经示范它。已经听完了。2呢，就是验收熟练了。如果还不成熟，2呢后学会打一个星星，表示他已经练收了，但是不成熟，还要再验收。3呢，就是实战经验已经确认了。当我写到3的时候，就表示呢他已经会了这些基础道路哈，也是陪同的整个记录的部分。这个部分好，请问，OK 好。再来，亲自带领培训哈，接触十组，由陌生到熟悉，进而投入十组哈。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在陪同里面呢，其实在成全小组里面的道理都差不多啦。我后续只是把它加上陪同2个字的深耕而已。你接触十组的时候，比如说接待组，你带着他下去做，你教他怎么做，让他做，陪着他做，他会成长的，就是要给他行功疗验。然后呢，投入十组，稳定道亲的流失率。那呢，有机会呢亲自示范辅导，同时学习教学相长。这个教学家长呢就非常的可爱的，因为有一些道亲他会问我们一些问题，哎呦，我们怎么都没有听过这些问题，给他问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我们会想办法找答案。哦，这个很好，来，我呢下次再告诉你啊。当你找到答案，告诉他之后，你也成长了嘛，对不对？再来，随时请益，增加互动的机会，并能观察其学习的成效。你知道后学呢有一次到马来西亚去的时候，那呢，你知道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办道的时候，那个道亲哈。那个佛堂社团小小的，他走不过来之后呢，那呢当时呢，他跟着后学，跟着点坛师一起去，然后要办到完之后呢，要打毛巾嘛，后学这样比这样打毛巾啊，给他比，他知道打毛巾哦，他就拿着就丢给我，然后就这样，我就给人家是打完了，打完之后呢，后学就跟他讲，我说你为什么这样丢呢？他说哦，因为很多钱到我不好意思进去，有没有道理？没有错，对不对？我说你可以拿很多条啊，挂在手上，一条插完再一条，再插完再走嘛，不要一次走。但是呢，在这个过程，我们要将心比心的了解，我们要带他成长的时候，不管他做错任何事，都不可以责备，你都要怎样吞下去，对吧？吞下去。然后我们呢，讲师常常跟我们讲啊，尤其是我们结婚的，他都会这样讲。他说哦，你有小孩，你要照顾众生，像照顾小孩一样。哇，小孩啊，嘿，小孩子哈、哦，你对他很好啊，你关心他，他不一定会孝顺呢。我就该更气的哈，你很想给他打下去，对不对？可是对啊，你还是要吞下去，还要说你吃饱了没有，是不是？对不对？所以你成全后学哦，那个插在这里，充血、喷血，你要吞下去，好好修道，加油，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嘛。那所以我们说，爱自己的小孩是人呐、爱别人小孩是神呐、你能够爱别人小孩，当自己的小孩来看，绝对陪同智慧非常成功的哈。好，来创造行功表演的机会，诚心来付出，责任来担当哈。了解后进者的专长，安排担当负责的空间，这个也是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要找到这个众生生命中的亮点，在道上亮点。每个人都要通才，但是要有专才。在专才的过程当中，你要去寻找他到底适合哪一个。那当然，第一个部分就是陪同。那因为像后学有姻缘，都常常在山歌组唱歌嘛，后学的每次都会带一个山歌在旁边。我听他唱歌，嘿，很好，很会唱。后学呢就陪在他旁边。当他唱不好或不会唱的时候，后学就帮他唱。那呢，当他不会讲的时候，后学讲，可是呢就给他培训，找到他生命的亮点是很重要。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后学要跟各位前来分享。我们要分配工作给他，你一定要给他训练到熟练，才可以派他上去。要不然你就旁边陪着他补位，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呢，哎呀，需要他成长，就把他丢出去。
就一丢出去之后呢，他不会忘搞，因为没教，我们没有教他，没有帮他想好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没有把经验传承给他，就哇，他上去之后呢，全部都不会，又忘光了，然后丢脸了，对不对？下来哭得不得了。我们是爱他还是害他？害他，对。所以我们要提拔一个人，要推荐一个人才，要造就一个人才的时候，我们要把他教得很清楚，所以一定要验收，示范，然后验收，然后再来实战，一定要有这样的过程，才可以把他送上去哈。那他会很高兴的，而且他慢慢的做中学，而且做的时候他发现到，哇，我怎么那么多不足？你如果没有给他做，他不知道他不足的，但是你必须要先跟他讲好哦，如果万一你上去的时候不好，不要紧张哦。或许我在你的旁边，我会帮你的。但是如果我站在你的旁边，你麦克风就拿，你就说我们接下来就欢迎张讲师，以后就好了。会不会紧张？不会紧张。但是如果你没有跟他讲好，你一去就跟他麦克风抢起来，他会吓到。再来，他可能就不肯出来。所以在这部分也是呢，必须做好最好的沟通哦，跟了解。好了，辅导工作呢，使命是责任，要周全详细的规划，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精神。好，那呢？在这个周全的规划里面，也是一个完整计划了。其实后学认为，如果我们想栽培这个人，对他的生命规划的蓝图要有所规划。所以在规划当中，就是因材施教。有的人就是很会煮饭，有人就很会唱歌，有人英文就非常好。那呢，让每一个人能够适得其所，发挥他的才华，才是最重要的哈。他有教无类，通通要知道，诲人不倦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好，辅导呢是以身作则，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还要无倦无怨，持之以恒，久之变见功夫。所以呢，我们在教育的时候，我们必须怎样陪同？如果我们没有陪着他，丢着他，很容易不见。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人照顾，而且发生事情没有人可以教，他不知道找谁教。然后再来陪同是有个优点，怎样呢？有时候呢，引导师他的引导师可能半途有什么状况，没有办法成长了，他没有人照顾了，我们必须找人来陪同他成长。好，那呢用制度化的方式来照顾他们。那呢后续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哈，教练鼓励小孩是英文的哈。好，就更用力出击。智慧太小吗？不会好。用左手出拳真的很难。你也会哭，我也会哭啊，将心比心，他感到很安心。
第二个，告诉他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还再告诉他你没有尽全力，所以你才打不开嘛。所以呢，长善于救失，长他的善，告诉他好的应该怎么做。救他的失，他缺点在哪里，也要告诉他，所以最后小朋友还是会突破的哈。这个部分也是辅导者很重要的概念。再来呢，辅导哲学的理念呢，其实这个在道上都是一样的，尊师重道，谨守佛规，承上启下，道场伦理，佛规庄严，三清四正，维系道场稳固的根本力量，不忘根本，重视一条金线，根本原则不变，方法可变通。好，在这边呢，这些原则绝对不可以变。其他通通可以变，只要在道上都没有问题。好，所以呢，承上启下绝对要。为什么？如果他跟着你，你讲的都是你，都是我们嘛哈，对。那以后呢，我们万一离开道场，他就没有人跟了。所以呢，要承上启下，要把它介绍给前贤，介绍给道亲，这是很重要的。启下鼓励他，教育他嘛。再来，道场的伦理，上上下下的佛规礼节都很重要，还有三清四正要严守。其实我们道场的佛规礼节，其实你看看，最严格就是三清四正，对不对？最严格的，所以呢，维系道场稳固的根本力量，不忘根本，一条金线要追随。好，再来呢，根本原则不变，方法可变通，这是很重要。你知道我们在后学的系列有一个前贤哈，他呢从以前就修到非常的诚信，然后呢他的眼睛是有点蓝蓝的，就是很像小孩子的个性，所以他办事情做事情就是非常的纯真。结果呢，你知道吗？他呢在有一次他跟后学讲，我说哎呀，老师啊，你为什么现在还要去读夜间部？他就跟后学讲，是啊，你都唔知啊，我一讲，后学又不会讲了，你就不知道，后学去读那个夜间部就是要读那个校长啊，哇，好有自信啊，国中啊，他去读国中的市政国中的校长。我说啊，真的吗？你好伟大哦！后来没有读成功。有志者事竟成，真的杜成功。那天他带篮球的时候，后学吓得哇，偶像级的讲师啊，真的哦。所以信可成，实可成啊，真的他是杜来的，是在国中，他去那边，他跟校长讲，校长啊，我来读你们学校就是为了要读你呀、要带你去拜佛啊，你都不去呀、然后讲，哎，校长真的来了，哇，非常的感动，真人真事哦。好，再来提倡天师德越强道路越宏展。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做任何陪同的时候，都要讲到天和师德，要接天空，天人共伴嘛，所以要讲到天，讲到老前人，讲到你的前贤，这个过程下来，你道路一定会宏展。尤其呢，你能够讲到你们前人辈的修办精神，你的前贤的修办精神，讲得清楚的时候，他们会很感动的。当他们对前贤都很敬仰的时候，前贤一句话就可以影响他。好，所以陪同也是很重要。再来，共同的前贤，共同的话题，比如说你都讲一个佛堂，那是佛堂，但是你如果讲不修习菩萨，大家都认识嘛，那是共同的话题嘛哈，共同的前贤就很好。好，再来呢，伦理纲纪呢，如大厦的地基，车轮之轴啊，失去它就会偏倾斜发生危险。所以呢，伦理道德还是要给他教好，道场的伦理好，所以呢。道场的伦理纲纪维系在上下之间的和谐，和谐来自于礼。弥勒家园的展现，上下和谐，彼此礼敬，互相协助，互相体恤，彼此感恩，道场才能进入真修实练的境界，这个道场才有道，才有希望。所以人家说有道没道，看你们相处怎样就知道。所以呢，我们在成全后学的时候，必须怎样吞下去啊？我们叫忍辱啊，波罗蜜啊，它是很重要的概念。所以呢，唯有怎样？带着他的时候，训练他开始有礼，面带微笑，真的从身心言行都像一个修行人的时候，你陪同他、改变他、造化他的时候，他会很感谢你的一辈子的感谢。好，单打独斗不如相互合作修道靠智慧来，我们念是修道办道。对，所以呢，虽然我们自己很重要，但是呢，也要把它引领到道场来刚刚我们讲师讲吗？借力。使力不费力是这样子嘛哈 ，OK， 再来以儒释道三教经典为主轴将理论融入生活，力行实践是白羊修饰的当务之急。这个过程在哪样？我们的儒家思想讲的是君臣父子的道理，五伦八德的道理，儒家的道理，我们要给他们带到怎样家庭更好，然后呢改变他的家庭。你知道我们有一个班员他呢陪的班，他的先生呢是自三班。就呢，他的先生在讲心得的时候因为我们看不出来的，看得出来的感情都非常好。
他先生都是载着他来上课。就呢，他说哈，我为什么来到场？因为我太太的改变啊，哇，他太太啪马上喷泪给我们看嘞，哇，真的是，所以当我们能够改变他，从身心言行、家庭和睦，他能够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时候，他的家庭幸福的时候，其实你就很好带他了，可以全家带哈。好来，再来提倡熟读经典与先佛的圣训，像这个陪同的部分哦，就是我们在陪同他读经典的时候，你不能只有给他说，哎，这个不错哦，你念看看，你要跟他讨论。